다들인데 다 다들인데 미세기 결로기 유란 봉지 산화조도 구이제 산화조도 남배춘 시비나 아니 봐봐 몽기기 피 봐봐 몽기기 피 랑기 마지 냐와네 개별로유 디다 제수 준비해 토네 유란 봉지로 다들이 두주 기대야래 제산 디제게 두주 디단 답 듄체 아주기 다른데 미세 시럽이 버려도 치마 시럽 닝뷰기 돌아야지 채바다 년바 들으시기 하래 진짜 뒤준세 된당 아주기지 개개다 수수기 한다는 시 파마다 단도는 제도 심제 탐제로 이제 되네 대회 람라 지 대화는 대회 람이야 교대회 네我们是原因我都忙是因此在今天呢是一个佛教的节日也叫做盂兰盆节一般我们也称叫鬼节、盂兰盆节。那相传是当年的目犍连尊者，他到地狱将他的母亲救度出来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节日。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在这样一个节日相聚在这里，而且我们是能够讲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家也来到这里听闻这样一个心经这是一个很殊胜难得的一个机会。那所以我们也要将这样的一个功德呢回向给所有跟我们有缘的一切的众生，当然包括我们的师长、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等等这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在这里一起发愿，希望将这样的功德回向给他们，能够从善道能够更趋入于就近善。阿弥陀佛。다 드린 대시아디 에너지 된다 망부 싶으시도 다 사무실에 또 요매 가시 또 망부 싶으시요 그지 시럽님부 제가 하지지什么왜 제가 하지지 드린 시고 드린 거 같아 那今天下午要讲的这个内容真的是很多很多，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讲得完，因为大概有心经我们有一半的内容是今天下午要把它讲完的。다 단아셔베지 디가르디 동니 시고르 말베 동니 시고르 디고레야 아니 심잠벤 두주 우마벤 두주 안 가라디 ane shendong sore ta dishi nibu mawa sene zhadu ta shendong batsun duzu kanzhe yinba di dishi gyarib chebe ta ine ya dana bangse ji ume gi uma bi gezi shedang mabu xie zang ta diga tando ji semzam xie an diga na di dishi nibu du xie na di sun go chu zhu ya ki nyingarib disi mendo sabar du chengdo早上呢，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空性的四门的这样一个内容，就是色即是空等等这样的内容那我们透过了想要透过唯识宗的看法，还有中观宗的见解，或者说再透过了这个叫如来藏思想，也就是在藏地我们会说叫做他空见的一个思想，来解释这样的一个空性四门的意思但早上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讲解到中观宗的这样一个看法。但是因为主要的讲解中观宗的内容讲了很多，如果这时候我想再多讲唯识，然后又再加上他空见的见解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越听反而越乱了。是 OK 不是드네 인주산에 다 더더 치 더기 더체
처리를 붙여야 다 있는 시구도得的情。但是呢是有准备了的，但看情况，再看要不要讲了。OK。所以呢，在早上的这个课程当中呢，由于这时间的关系呢，就是没有讲完嘛，没有讲完所要讲的内容。所以接下来呢是我们再探讨一下早上讲的一些内容啊，是说如是就是经文是如是受想行识，亦复皆空所以呢，我们早上我们说过的这个无蕴，可能还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这观自在菩萨观音菩萨解释这个空性的时候呢，是从这个无蕴开始说的呢？那无蕴就是怎么会这样？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是不是没有 battery？ OK。五蕴指的是色、受、想、行、识用现代语言来说的话呢，用现代化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五蕴可以被归类在这个两个分类里面色指的就是物质，后面的四蕴呢，则指的是心理所以五蕴也就是物质和心理两种事物。早上的课程里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所有有为法，也就是有生有灭的事物，都是无蕴的范围，记住没？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呢最常关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物质和这个心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和心理状态。所以呢，这边的五蕴是锁定在我们自己的身体跟心理来解释的。修行空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消除我们的无明。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解决我们的误会。然而我们的误会呢，是在建立在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之上。所以呢，观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告诉舍利子，也就是告诉我们，修行者应当从观察自己的身语、心理是空的来下手的。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修行不是外求，而是向内的观修，不是老看着外面，是要看向内观察我们早上也谈到过舍利子尊者问的这个应如何修学，是为了是问了5个问题包含了5个问题，也就是
问五道的菩萨啊，各自该怎么修学。而这个观自在菩萨的这个整篇的回答，也就是各自回答到这5个问题。早上所说的这个11个这个回答，就是他能够就各自的回答到我们这个上面的5个问题。比如说，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的这段经文里面表示了初学菩萨的状态也就是资粮道和这个加行道菩萨的状态。从这个五蕴体性皆空到这个无智无得亦无不得这段的这个经文，是在强调见到的菩萨会看到一切法的空性，没有任何法性是他无法证悟的，所以这个叫做见道。再来是从五蕴体性皆空到这个好像少了一个字，是这样的吗？好吧，无智无得，亦无不得这段的经文这样对，我有点中午没睡觉，这样不会吧？老花眼，好吧。从这是故舍利子，亦无所得故，到这个究竟涅槃之间呢，就是指这个修道的菩萨以他们的根本智慧，一步一步的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同时这是什么？渐渐的步向涅槃。最后是三世一切诸佛亦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就是在解释无学道这里面的这个现在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是说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灭无减无增无减无增。这个句子是在这个彰显空性的样子，也就是这个空性表面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在早上已经谈到了这个空性四门是观自在菩萨先概要性地向这个舍利子解释修行的过程当中要以这个五蕴皆作为基础来就是认识到它的本质。所以呢，就是先说了五蕴和空性的四门关系。这样的解释呢，是对这个空性的一种整体性的一种介绍但是呢，接下来会出现一个问题这样的空性，要怎么认识呢？认识呢？是怎么去了解这样的一种空性呢？或者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在五蕴之上去认识这样的空性，
并且要如何修行，培养出这样的一种般若智慧呢？我们要知道啊，佛陀为什么宣说这个空性？佛陀宣说空性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消除我们的执着，所以我们得先知道我们到底是如何执着这个事物啊，如何执着事物，先了解自己是如何执着事物，这样才能一一对症下药啊，对症下药，然后就消除我们的执着。一旦呢执着消除了，就是见到空性。早上谈到了所谓的见到空性，这边呢就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就是看到空性，好像是看到可能会看到一个实有的东西，比如说就看到一个怎么说啊？应该是看到一个上师，或者看到一尊佛像一样吧。这种看到反正就有这种，所以呢，就是其实呢，所谓的这个见到空性，就是指的就是当我们不再被任何概念，是不是任何概念所束缚，不再看到任何错误的显象，这就是所谓的见到空性。你也可能不会看到什么实体的实在的一个东西，见到空性，你不会看到一个实在的或者一个硬邦邦的一个东西，应该会只是你不再被任何这种概念所束缚不再看到任何错误的显象，这就是所谓的见到空性。所以呢，般若经里面非常明确的谈到说，须菩提，若不见色受想行识，即不见世间。若如是不见世间，是名真见世间。云何真见世间也？所谓世间空故。所以呢，这就是说，所谓的不见就是最好的见，是吧？所以呢，在早上我们说到空性就一再的这个强调空性不是说完全没有，空性不是说完全没有，而是指它不是以我们所认为的那种样子存在。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么一种那种就是样子就是不存在，也不是说完全不存在。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认知和经验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都受到了强烈误以为事物是真实存在的，
这样子的一种执着的这个染污。虽然我们的这个执着是错误的啊，所以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啊。既然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既然我们的执着是错误的，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啊。所谓的空啊，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些幻象根本不是事实的，是假的，所以佛陀称之为空。一般来说呢，空这个字啊，很多人会理解为完全没有啊，或者完全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实际上呢，空的意思是指我们所认知的幻象是错误的，所以不存在，而不是指事物本身不存在。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这一点呢非常重要。所以呢，就像是迪罗巴祖师噶举派的这个迪罗巴祖师，曾经对这个那罗巴他的弟子那罗巴尊者说应该是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跟他说的儿啊，这个事物无法捆缚住你而是你的这个执着捆缚了你自己，应该是这样说的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事物不会障碍到我们，是我们的执着障碍到我们。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空性这里可能就是对，就所谓的空性所以并非建立在无这个上面无的上，无或者空的上，而是建立在存在上面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讲的。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因为事物存在，所以才说是空的。然而呢，就因为我们的执着和误解，所以这个根本不知道事物实际的样子。如果外在的事物根本不存在那也就没有什么空好讲的了什么都不存在，那就什么东西可以空的没啥东西可以空的，没有什么空好讲。总之呢，是因为有而空，不是因为无而空。在这个月称菩萨的入中论当中呢主张凡夫的认知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的认知是错误的呢？或者说要怎么知道我们的认知是错误的呢？在这里面说月圣菩萨说，如果是我们所看到这显现是实际存在的那样的显现的话呢，那我们就变成圣者了，我们就不再是凡夫，我们会变成圣者。意思就是我们是知道这个实际的状况，所以我们不再是凡夫，我们就变成圣者。但是我们不是这样，
这个情况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显象是错误的一个显象，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状态，所以我们的这种认知是错误的，圣者的认知才是正确的。在人生中呢，我们就是往往会遇到很多比如说挫折或者压力所以呢，在佛教跟这个很多的现在的心理学都主张人们呢这个心灵上的这个压力，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对事物的或者对事情的错误认知所造成的。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看错了，有时候可能是想太多，就是因为我们带有许多的误解，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认知其实就是基本上都是主观的既然是主观，那就不符合现实，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认知是被污染的，或者是一个已经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垃圾的错误吧，应该是垃圾错误垃圾的认知吧。接下来呢是说我们再谈谈这个执着的种类执着的种类。我们之前谈到很多执着那个执着这个，那到底执着有就是几种执着？所以呢，修行空性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瓦解我们根本上的这个执着，也可以说就是无明，或是认知或者是误认。这边这个提到这无明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心里想一想这个一听到这个无明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无明好像是另外一个东西有一个故事是我们的这个达波嘎觉的这个祖师，也就是达波嘎觉的创始人噶摩巴尊者，他有4大弟子，4大传承弟子也就是说传承接传弟子嘛，是不是叫什么？那有一个名字传承弟子好吧，没事，那叫什么传播的，好了，没事，不要想，这样看起来是需要一个新华字典。好了，没事，说。所以就是其中一个，他叫做这个帕莫珠巴大师。他还没有见到这个噶摩巴大师之前呢，他就问了很多的上师很多的大德，问的轮回的这个我们就是到生死轮回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他就问生死我们叫什么？流荡在生死轮回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很多大师都跟他说不同的就是不同的回答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是普遍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什么啊？应该是无名导致的呀，或者这个那个的。但是呢，他一直没有一个很大的一种启发或者一个感触。到了冈波巴大师的尊前呢，冈波巴大师的面前，他到了第一次见到冈波巴大师，听说那时候他在吃糌粑，他在吃那个叫什么青稞的，我们的西藏的这个青稞粉，是不是应该算什么青稞粉？就是吃糌粑的时候，然后他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说是这样说的。因为后面有一句话是说，因为当时他在吃糌粑，所以就是他就一个糌粑堆成一个糌粑团，然后就给他看什么什么什么，你的法现在你的证物啊，就是就不值钱了，你的证物啊，我的这个糌粑团比你的现在的证物还值钱。所以无论是这是后面的他所说的一些话了的，但是前面呢，他都问冈波巴大师说，这个我们流荡在轮回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冈波巴大师说，你现在的心这个念头就是流荡在轮回的原因。哦，那时候就当下他有这种启发了，他有作用了。因为他以为呢，之前呢，就我们说什么无明啊，说这个执着啊，一大堆，但是我们觉得无明就是好像连接不上，跟自己现在的这个念头或者这个心呢就连接不上。无明就是无明，现在的心就是现在的心，连接不上。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有个什么感触啊。所以呢，先不多说了，已经要说很多了，这6000多字。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知道执着大概有几种我们执着事物的方式，虽然很多，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呢，就可以归类在这个执着事物本身，还有执着事物的起源，以及这个执着事物的结果这几种方式当中我们都是因为对于这个某件事物本身，它的起源和它的结果生起执着，也因此进一步导致了好坏生灭，或者这个亲疏等等更多的烦恼产生所以呢，这里的重点就是要瓦解这根本性的3种执着，说明这些执着都是错误的只要根本执着瓦解了，烦恼就会彻底消失。好像听起来很有希望的所以呢，就佛陀说了帮助我们消除三种根本执着他开示出所谓的3解脱门。3解脱门就是无相解脱门空解脱门和无愿解脱门。第一个无相解脱门就是可以用来这个消除我们对于这个事物起源的执着。第二个空解脱门可以用来消除我们对于这个事物本身的执着。第3个无愿解脱门可以用来消除我们对于事物结果的执着，对于这个事物结果的执着点。所以呢，这边称之为这个无愿
解脱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未来的事情往往都有某种这个计划或者期待，所以呢，这个佛教的这个术语说，愿就是这种期盼或者是愿望的意思，所以无愿就是要消除我们这种对于未来结果的执着，所以称之为无愿解脱门。在这个一切法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减无增这段经文当中呢，就是在解释这3个解脱门。一切法这里所说的这个一切法也就是所有的事物它们都是无生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减无增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中的这个空性是指出我们对它本体的这个执着是错误的，也就是空解脱门。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是在消除我们对于这个事物起因的执着，也就是无相解脱门。总之呢，我们早上的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讲的是空性和这个无蕴的关系，但是呢，现在这边呢，就是更仔细地指出讲解这空性的原因其实是为了瓦解我们的执着，而我们的这个执着可以被归类在这三类当中这3类执着当中所以呢，只要瓦解了这3种执着，就能够见到空性。所以说这边是在解释如何去看到空性。再来我们会讲到这个甚深八义。这边的这个甚深八义分别就是这个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减无增。这边的这个离垢呢，是与这个是无垢对，这边的离垢是无垢相对应的，是不是？也就是这个无垢也无尽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八义之中呢空性是在指出这个事物的本质，其实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样子事情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样子。而这个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这在说什么呢？这在告诉我们对于这个事物起因的执着，也是错误的事物起因的这个执着也是错误。其中的这个无相是结论，而这个无生无灭无垢离垢则是这个讲它的这个原因。所以呢，这所有的事物自然是无生无灭的这是对所有的事物的分析，因为我们就是往往对这个所有的事物产生一个真实的在生灭这样一个主观的执着，
或是误解。所以呢，这边的这个无生无灭，就是要瓦解这样的一个误会。而我们在这个再进一步将这一切的事物啊，分成这个清净与烦恼啊两大类啊，两大类别。我们一般人呢，都在很强烈的这个染净的执着，有一个强烈的染净执着，就是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或者就是染就是染，就是净就是净，也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执着。所以为了消除这样的一个误会呢，所以说无垢离垢，或者是无垢无净。而这个无灭、无减、无增是对于这个事物的结果。因为我们往往都会这个错误误认为这个事物的结果期待它有更好的表现，这称为增，或是对它抱有就是不抱有，或者是对它不抱有任何的期待，这就是减嘛所以呢，这种强烈的主观也是错误的，所以是说无减无增。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呢，这个甚深八义就是在一一的破除我们对于事物的种种执着。由于我们的这个执着都是误会或者误解，所以是空性的，应该是说，所以是不存在的，是空性的。因此呢，要像这个凡夫呢阐述空性的时候呢，只能从反面，也就是告诉我们那样的执着是错误的角度来阐述，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因此呢，这边的这个甚深八义，这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就可以说是一种反面的方式来解释我们。总之呢，这样的甚深八义就是在解释要如何认识空性的方式那这边呢，在附带提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课程的这个已经说了那么多已经都快4点半了，只剩下半个小时，但是我不怕，我可以讲很多其实。但是呢，有时候以前呢，有时候这个时间呢，因为那些主办单位呢，他们对我很有慈悲，所以就时间就是排得很长。所以呢，有时候到了中间呢，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就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看着前面的人的脸有没有找到任何就是任何一种讯息就可以说是他在想什么，或者我应该要讲什么，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东看西看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课程讲到了就超过一半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空性听起来就很难很深很难其实呢，比较之下呢，就是了解空性比升起菩提心简单多了这样说的话就比较有希望原因有2种，
首先呢，这个空性虽然是听起来很难、很深奥，但是它的道理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我们来说这个比较难以了解而已。因为我们现在想的跟空性的这个状态就好像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得要改一改我们的这种观念。跟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经论当中呢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和分析，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空性。但是呢，我们一旦对这个空性道理有了一个认识之后呢，就会非常的稳定因为空性本来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相对于这个认识空性菩提心可就难多了。因为呢，这个菩提心针对是一切的众生。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关注的这个每一个众生都有各自的特色有差异，跟自身之间呢也有着这个复杂的因缘关系。有些人对我好，有些人对我不好，怎么的一堆东西这个你们比较了解吧？在家人可能比较了解，其实出家人现在了解很多出家就有一个在这个律典里面说出家出了家，这个家有两个家，一个是小家，一个是大家。意思就是说，出家出了你小小的那个俗家是小家，小出家。如果是处理这个整个这个世间的贪执或者这个名闻利养的这种就是什么厌烦这样的一个厌烦的心的话，升起一种厌烦的心的，这才是大出家，出了那个大家，大的那个家。所以现在呢，就出家也不能算是出家，就好。现在到哪里所以呢，这个自身跟这个众生之间呢，就有非常多的变数因此呢，存在着很多非常多的变数。因此呢，要对众生升起平等的慈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往往认为这个有一丝想要帮助他人的善念，就是有菩提心，也常常称呼那些善良的人们或者是想要帮助他人的人为菩萨或者大菩萨。但是呢，其实这也是错误的菩提心并没有那么好修的。这是第一个这个关键的原因。第二个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了解空性是理智上的修行，而这个菩提心则是情感上的一种修行。所以呢，理智上的分析往往能够这个很果断的可以进行，很果断的进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好像很容易的。但是呢，情感上的这个关心是受到太多事情的影响，很难一直维持。
不能就好像很难说是错的或者对的或者怎么样，所以很复杂。所以呢，我们一直觉得菩提心比较容易，所以赶快去受菩萨戒。了解空性比较难，所以只能等上师来加持我。但是其实呢，真的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就是要发起真正的菩提心呢，需要很多的训练。所谓的这个累积很多的资粮，当然要了解空性也需要资粮啊，但是这个要发起菩提心，它需要这个资粮的量啊，比这个了解空性的资粮量还10倍或者100倍，这不容易。所以呢，所以呢，要为了能够升起菩提心呢，我们就是说需要很多的训练啊，磨练自己，训练自己，就像是特种部队，也是特种部队啊。要打的不是一般的，要打的是这个，不是对着一个国家打的，就是对着这个宇宙打的，这个就不容易啊，这个仗不好打，所以呢，必须关注大量的众生，并且呢，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这样说起来就很难了。所以呢，相对来说呢，认识空性是要深入的去了解事物的真相。所以古代的大师们说了解空性是甚深道，发菩提心是广大道，就是这个意思。好，再来就是回到这个经文了，回到经文不要乱说话。所以呢，整体的这个解释了解这个空性的方式之后呢，刚刚我们整体的去解释了了解空性的方式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第2个段落，也就是从这个舍利子到这个无智无得亦无不得这个经文。这个呢，就是解释了我们要如何理解空性换句话来说的话呢，如何消除我们的错误的认知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接下来呢，观自在菩萨呢告诉我们哪些东西是空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对哪些东西产生错误的认知。尽管这早上呢，我们谈到了很多事情，刚刚我们讲了一堆东西所以我们都谈到观自在菩萨以五蕴，也就是跟我们最有密切关系的，我们自己的身体与心理2种存在作为基础来告诉我们它们是空性的。但是呢，我们所执着的东西其实就是更多的分类有很多嘛，不只是说这几个东西而已所以呢，在心经里面把这些东西归类为6种。哪6种呢？是五蕴、12处、18界、12因缘、4谛、修行功德这是这6种。而这6种呢，又可以分类为这个一般的基础和特别的基础。一般的基础指的就是一般的基础呢，
前面3种，也就是这个五蕴、12处、18界是一般的基础，而这个12因缘、4谛还有这个修行功德，则是特别的基础。再来就是经文里当中说舍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亦无有事，无言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处无法无言，界乃至无意识界。以前有一个人说这天天都在念经念心经嘛，大家都在念经。我们汉地也是很多大圣的修行者多在以前呢，西藏也是几乎所有的这个僧众都会背心经。西藏厂的那个心经真的不容易背心经。其实呢，刚开始呢，这个佛教传到西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些僧众们在过这个吃午餐呢，他们会为这个清净他们的性财，是不是？这叫怎么说呀？这个是清净性财吗？就为了那些，反正就是为了那些他们的这些功德主就他们那些为他们会做祈福为他们就会念般若8000颂。以前这西藏人就是有一点怎么说这不好说，这有点拼命吧，应该说。他们居然把中午吃完这个午饭之后呢，就会为那些施主们念着般若8000颂，是每天念可能是好几个僧人所以分开念。后来呢，从印度来了一个大师，他说他看到这个情境，他说这个好像太辛苦了这个经文也很辛苦传来传去，弄来弄去这个就会经文也会弄脏那人也会很辛苦，所以你们还是念这个心经吧。心经就是般若经的精髓，所以就只要念心经就可以了，不用念8000颂。其实我们以前的这藏地有这么一个习俗，就是说把就是所谓的这个10万颂25000颂1万颂都会背下来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好，别说是。所以呢对，我刚刚说的是，所以呢，我们大家都在念这个什么无言无耳无鼻，是吧？所以有一个人听你这样念好像就干脆你就说没有头不然的话你在那边说无眼无耳无鼻无舌，这个好像就觉得好像就不用说那么辛苦，直接说没有头就可以嘛。好，无蕴这里面谈到的这个无蕴呢，就是无色无受那些无蕴，就是我们早上跟刚刚说到这个无蕴是构成我们自身存在的5个关键或者5个因素。12处呢，就是指这个6种经验和6种外境。我们反复呢会透过自己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来追求外在的
色声香味触啊法六境。所以呢，六识对六境是在解释我们这个五蕴构成的我们呢，如何与外在的环境接触，并且产生执着的关键。同时呢，这里是将把物质世界和这个心理世界做了一个区分和分类。物质世界分裂成6种外境，心理世界呢就分裂成这6种经验。18界呢，它18界则是在刚刚谈到这个6种经验和6种外境之上，加上眼睛、耳朵、鼻子啊，还有这个舌头、身体和这个心灵等等6种感官，也就是6根。我们的这个心理世界在这个体验物质世界的时候呢，就是透过这6种感官来进行。这样的6识呢，这样的6识啊，6境加上这6根，就成为了18界。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五蕴、12处啊、18界，其实都是把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物质与这个心理存在啊，心理存在吗？做这个各式各样的分解和分类、分析和分类啊，会有这么复杂的内容啊。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智慧程度的众生啊，有着深切不同的理解程度。例如呢，有些人呢听到佛讲无蕴，就能通晓心理和物质的关系，以及然后认识和经验的产生方式呢，就是它的一个物质跟心理世界的一种怎么说？物质跟心理世界的一种关系，以及这个认识和经验的产生方式啊，他们会了解。但是呢，有些人呢，这样还不够，还需要多做一些解释才能了解。所以呢，在必须讲得很仔细更仔细一些，才能会了解。例如呢，这边就分析什么是18界等等啊，才能有一个比较粗略的了解啊。这是出自这个世亲菩萨在这个俱舍论当中当中的一种说法。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啊？就是为了那些因为不同程度的众生，为他们能够了解这个心理和物质世界的这种关系，或者以及这个认识和经验的产生方式。前面所说的这3种分类呢，也就是五蕴12处、18界，都是跟我们凡夫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有没有修行，都会对其产生强烈的执着，对这些事物会产生强烈的执着。所以呢，这些被归类在我们所执着的一般基础，或者属于轮回的一种事物。接下来呢，是
讲的是应该是12因缘跟这属于是应该所谓的这些特别的基础或者特殊基础啊。我觉得这个特殊基础呢，可能就明天再讲比较好一点吧。特殊基础，然后明天就是最后一堂课，当然就是明天早上就是最后一堂课嘛。明天早上的这个是最后一堂课啊，所以下午没有啊？有吗？下午是茶会，不是开市，谢谢。虽然我常常很多时候就不知道我的行程，是别人告诉我啊，别人一个外人告诉我，就外面的一个人说啊，你明天去这边哦，好吧，但是这件事情应该我还了解的很清楚吧，应该是，好吧，谢谢。大众请起立。